總價73萬，單價7000幾蚊，你就可以喺中山主城區買到一個新規住宅，實用面積高達100% 以上，容積率低於2.0，而且樓底唔會低於3米嘅產品。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Jo。今日就阿 Jo 嚟到呢個位置呢，係喺中山嘅奇宮新城主城區。嚟睇睇呢個樓盤呢，係叫做星辰光月灣啦。哇！我啱先上到去嘅話呢，係非常之激動嘅。細面積，你係如何可以做到呢咁高實用率啦？相當於大家所睇開呢個樓盤嘅話呢，就真係叫做用小錢辦大事嘅。大家可以見得到啦，已經係收咗樓呢一批啦。小區做得嘅話呢，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兩側又係有落項床啦，小區有落項床，細細對對又唔使窮啦。點解話嚟到呢個屋苑呢？最主要咧都係同大家嚟分享下，因為確實近排喺後台啦，都係收到好多啲粉絲嘅一個諮詢嘅。關於係4.0呢個話題，睇開4.0嘅話呢，好難翻到轉頭啦，因為佢確實係廳啊，嗰個空間啊，個相當於空間感呢，俾到我哋係非常之舒服嘅。包括小區整體質素啦，係啦。嚟到呢度嘅話呢，佢都係可以做到係同等4.0產品嘅新規住宅，所以其實我覺得係真係有必要同大家介紹下嘅。同時咧，佢係細面積嚇，因為唔似動輒咧就係200萬起嘅，呢啲嘅話咧動輒係70萬起步嘅，非常之誇張啦。同時咧又可以做到係4萬蚊首期嘅。上去睇樓之前嘅話咧，先嚟同大家講一講啦，佢成個小區嘅最售情況先。星辰光月灣係地處中山港口站。喺過去2023年，奇宮新城由33平方千里啦，擴大為68平方千，由此星辰光月灣引入奇宮新城主城區嘅片區範圍之內嘅。首先喺交通上，門口嘅廣豐大道連接出去嘅話呢，係中山北外環。北外環可以話係中山主城區東向西走嘅，貫穿於東區、港口、石岐、西區4區連接，所以外出交通嘅話咧係暢通無阻滯噶。返香港最快嘅方式嘅話咧，可以坐車8分鐘嘅時間到達於中山華僑城星辰站。可以坐返永東巴士嘅一個車啦，就可以返去香港嘅。同時8分鐘嘅車程咧，我哋可以到達於中山北站。中山北站咧，目前正在於擴建當中啦。到時佢喺2028年咧就可以擴建成為4台8線嘅。可以話未來嘅話咧係會成為一個成個中山最大嘅高鐵站點嘅。而且係新茂鐵路喺中山主城區嘅唯一一個站點啦。2028年通車咗之後咧，25分鐘嘅時間可以直接到達於深圳西利站，最轉乘可以去到香港嘅西九龍站點嘅。由此可見，周邊嘅交通路網咧係非常之發達嘅。最此周邊嘅配套咧依然都唔會差嘅。門口步行3分鐘可以見到兩側係有繁榮嘅街鋪，可以滿足到我哋日常嘅購物需求。7分鐘內我哋可以到達於中山唯一一個咧 Sam's Club 嘅。喺入邊嘅話咧，基本上你想要買到進口嘅、非進口嘅，基本上都係有得賣嘅嚇。15分鐘咧，我哋仲可以到達於中山目前最繁榮嘅富力城啦、Coco City、萬文匯等嘅大型商超嘅。可以話住喺呢度咧，你真係會享受到一種咧就係入得寧靜、出則繁榮嘅生活方式嘅。星辰光月灣總佔地咧係285畝地嘅，由富源集團以及港口嘅政府合資開發嘅。同時嘅話咧，呢個樓盤已經係俾政府納入咗白名單，政府會無條件出資去協助翻呢個發展商共同去起樓、補交樓。可以話喺風險上嘅話咧係降到係最低啦。成個項目咧係分為2期開發嘅，目前最首咧係第一期產品為148畝地，由13棟高層住宅以及21棟別墅以及旁邊嘅公建配套再加巴士總站而去組成嘅。同時都係由自己富源集團嘅物業啦、康佳物業去全權管理嘅，管理費咧係2蚊9毫8一平方米一個月。成個小區起樓嘅進度啦，非常之快。對比起我2023年嗰陣時過到嚟嘅話咧，當時只有1棟嘅情況下，而家已經係陸續拔地而起啦。小區仲自帶咗自己嘅業主會所，以及咧仲有850平方米嘅雙泳池，再有754米嘅黃楊跑道嘅，仲做咗咧係一個全齡段嘅一
個配套設施嘅。如果我哋係兒童樂園、長者休閒健身區，咁啊呢啲嘅話咧係相當於提供俾我哋小區業主嘅一個思享全能嘅生活嘅。咁啊，目前喺住宅產品當中，2、3、4、5棟已經係全部賣晒，正式收咗樓，有啲街坊喺度住緊嘅。咁啊，目前最售嘅話咧係第一棟產品，咁一棟層高為32層，2梯4伙嘅戶型佈局嘅。咁啊喺2027年，相當於明年嘅3月份就可以正式收樓嘅，單價7500蚊起，真係用小錢辦大事，實用面積全部高過4.0。廢話唔多說，跟住阿足鏡頭，我哋一齊去參觀下，究竟實用面積有幾高，做得有幾震撼。Hello，大家好，我係阿足。咁啊，我哋嘅而家咧就上到嚟係一座嘅實體樓啦。咁啊喺2呢4伙嘅佈局當中咧，阿足個人特別之中意呢一隻面積。116平方米嘅，咁啊啱先所講到啦，前面係99嘛，後邊呢兩間咧係116嘅。咁啊，首先要嚟睇呢一隻嘅佈局啦。點解阿足特別之中意咧？咁啊，首先我哋一企呢個位置，左手邊依間房，咁包括啦，我哋而家右手邊依間房，哇，全部係贈送嘅喎，好誇張。咁啊入門之前咧，你已經見到有2處係屬於一個好大嘅驚喜啦。咁啊嚟到呢邊嘅話咧，第3個驚喜咧就係呢埲牆同埋咧廚房呢埲牆咧係可以卜通嘅。如果話呢個打通咗之後咧，你入到嚟入門嗰一刻，你見到嘅係咩咧？係一個非常之闊落嘅一個大廳嘅。哇！睇到呢一隻面積咧116平方，我非常之中意啦。咁啊，可能我哋而家睇開4.0啦，未必啲資金會足夠，或者係唔想攞咁大筆資金出到嚟買呢啲戶型情況下咧，咁不妨嚟睇睇呢隻戶型。咁啊，同樣嘅非常之高100% 以上嘅實用面積啦。咁啊，個大廳嘅話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大家可以 feel 下。咁啊呢邊嘅話咧係仲有一個飄窗位啦，咁啊呢個嘅話咧係一個空調外機外擺位嘅，咁啊變相嘅話咧佢呢啲係唔可以卜通嘅嚇，咁啊做到嘅話咧係兩邊嘅取光，所以阿足啱先所講合到嘅啦，如果呢邊卜通咗之後咧更加舒服嘅，因為點解咧佢無被交付，咁變相嘅話咧我哋廚房呢啲燃氣管道嘅話咧就唔需要按照佢嘅啦，我哋可以自己後期嚟拉呢個管道嘅，所以呢個係非常之好嘅設計嚇。咁我睇開呢個廳啦，順便嚟睇下呢個位置。咁啊，依邊嘅話咧係一個露台位喎。咁啊，露台嘅話咧係送一半面積啦，所以送嘅面積係非常之多。咁呢個空間咧，完全係可以做成一個琴棋書畫嘅房咧，完全冇問題。咁啊，又係可以封玻璃做成一個落地玻璃啦。咁啊，大家可以所見及到，從呢邊開始計啦，所以依埲牆咧係可以卜通嘅嚇。所以佢改造能力嘅話咧係非常之強嘅。咁啊呢度咧又係全贈送啦。咁我哋睇睇個露台啦，露台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驚喜嘅。哇，2米闊，2米，跟住咧個長度嘅話咧足係去到7米嘅。哇，好誇張。咁啊呢邊咧係向正南邊，呢邊咧係去西邊位嘅。咁啊我哋而家睇嘅話咧就係第一座實體樓嘅。咁啊，你而家見到嘅景觀係如何啦？你買嘅呢個樓層咧，就最係高低差之分啫。咁啊，呢度嘅話咧，可以話係非常之開揚噶啦。咁啊，呢個係唔會起樓嘅，到時係會起綠化。前面嘅話咧，就係個空地係會屬於我哋一個2期產品。咁啊，呢度嘅話咧係另外一個小區嘅，所以變相嘅話咧，呢個景觀係算到比較開揚啲，所以比較透風啲㗎。咁啊，露台都係可以允許封玻璃嘅。如果大家有呢個需求嘅話咧，可以封玻璃推出嚟，咁啊令到成個空間嘅話咧，會更加之舒服嘅。跟住樓底嘅話咧，佢係做到係有3米嘅樓底啦。已經睇到幾多間房啊？大家幫我數一數喎，1、2、3、4間房啦。咁啊，第4間房咧，大家可以見及到，哇，都係有一個差唔多成80 cm 闊嘅一個飄台位，但係上面咧都係有一條梁啦，意味住佢呢個係唔可以卜通嘅嚇。咁啊，間房都係算做比較市靜啲。咁啊，正對住過嚟嘅話咧，係個洗手間位置。喂呀，呢個洗手間真係有贈冇贈啊！哇，大家見到呢個係公衞喎，相當於客廁咁樣啦。咁啊，仲可以呢個幅度足夠擺浴缸嘅。咁啊，呢個嘅話咧真係呢個面積非常之大嘅亮點。咁啊，仲入到嚟啦，主人房啦，預留咗一個入門
衣櫃位置。咁啊，變相嘅話咧，我哋入邊完全就擺床就得啦，所以令我空間佈置得嘅話咧，都係算比較合理嘅。咁啊，主人房洗手間啦，你出邊客廁都可以做浴缸喎，我點解主人房唔可以做浴缸咧？冇問題，完全係足夠空間嘅嚇，同埋全部都係有窗戶啦，大家可以見合到。我哋而家睇實體樓，所以採光整體上咧係非常之光猛嘅。因為我哋入門嗰邊可以做衣櫃啦，意味住我哋依邊嘅話係完全可以擺床或者係加埋個梳妝台落去，咁啊空間嘅話咧就會比較合理啲嘅。咁啊同時都係有一個270度嘅採光啦，所以變相嘅話咧呢間房好舒服，咁啊明亮度咧夠高啦，通風性啦夠好啦，因為佢係朝正南邊㗎嘛，所以依值116平方米，佢係足足咧係送咗有成35方嘅，好誇張。咁啊，至於話講到戶型咁靚啦，你話佢價錢靚唔靚咧？價錢都阿 Jo 個人覺得係非常之靚嘅嚇。咁啊，首先咧係一座嘅04燈位就係我哋而家睇緊呢個梯隊嘅。咁啊呢隻咧係116平方米，原價咧係925945蚊嘅。咁啊顯示折扣之後嘅價錢咧只需要88萬，你就可以買到呢邊嘅燈位嚇。唔需要1萬蚊一方，唔需要9000蚊一方，只需要7000幾8000蚊一方，你就可以買到呢個面積嘅。咁就首期嚟講咧就係13萬啦，咁啊貸款就貸75萬嘅，跟住月供嘅話咧就係3162蚊一個月。哇！真係睇完呢一隻嘅話咧，好後悔，真係自己買得早啦，因為真係樓嘅話咧，越起嘅話，佢不斷喺度更新換代啦，令到好多嘅優質嘅產品咧都係出到嚟嘅。咁啊，而家大家買樓除咗睇 location 嘅話咧，對於空間感嘅要求咧都係特別之高。但係佢呢個樓盤嘅話咧，確實係將每一處空間咧都係做得係極致嘅。咁啊，如果大家未必需要用到咁大點算咧？冇問題，隨着租鏡頭，我哋睇睇一直細面積，但係依然咧都係做到個大面積嘅效果喎。Let's go。Welcome home，歡迎嚟到我哋呢一隻99平方米嘅非常之舒服嘅呢個戶型啦。咁啊啱先咧非常之激動啦，忘記同大家講一講佢一隻116平方米嘅一個最大亮點喎。咁啊啱先講一隻嘅話，你我哋睇開啦，佢可以做到咧係4萬蚊首期就可以上到車嘅嚇。咁啊月供咧係可以唔變嘅情況下嘅，所以大家感興趣係想要了解諮詢點樣做嘅話咧，可以掃描阿 Jo 上面嘅 QR code，或者係聯繫阿 Jo 嘅一個 WhatsApp 係啦。咁啊回歸轉題嚟到呢隻99平方米。咁啊入門之前嘅話咧係去一個採光窗嘅位置，咁啊我哋可以坐住換鞋啦。但係可能缺少一個少少嘅點咧，就係，咦係個點算咧？點算咧？嗱咁啊，如果你話做喺呢度咧，就真係嘥咗啦。咁啊可能唯有嘅話咧，睇下呢間房是否可以再改造下啦。因為呢個話咧係露台佈件送咗一半面積嘅，咁啊北房嘅話咧可以將一處空間攞嚟做鞋櫃。咁啊呢邊咧可以做嚟收納，係啦，咁啊可以做個隱藏門，咁啊令到咧成間觀感會好啲，係啦，咁啊都係有窗戶啦，咁啊佈建嗰陣時係露台嘛，咁啊到時臨光嘅話咧到呢度需要自己去封玻璃嘅 ，OK，咁啊第二間房啦，呢間房嘅話咧都係呢個戶型嘅好大亮點，係屬於全贈送嘅外結構連板，所以呢個面積嘅話咧係唔計埋喺價錢入邊嘅嚇。所以我話99平方米點解可以做到咁靚咧？咁啊嚟到呢度嘅話咧係大皇廳啦，哇99平方米都係俾你到你喺個大皇廳嘅設計係好舒服噶。咁啊廚房位置啦，咁啊廚房嘅話咧佢預咗俾我哋設計咧就係2字排開嘅，咁啊切完菜啦，拎過嚟即時就煮啦，非常之方便，非常之好嘅一個動線嘅，咁啊仲可以擺到呢個雙開門嘅雪櫃位置。咁嚟到出邊嘅話咧，仲會有一個細露台位置，反鎖到門添。咁啊佢係有成3個平方米咁樣嘅大細，所以同時咧佢又做得係比較長啲啦。所以喺利用咗呢個露台咧，我哋去作為一個晾衫架喺上邊咧，晾衫嘅用途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嚇。咁啊嚟到呢邊嘅話咧，我哋就出嚟睇一睇佢呢個露台位置，咁啊露台位置咧大概係有成7個平方米咁樣嘅大細嘅，咁啊整體上嘅話咧幅度都係去到差唔多1.7米咯，1.7米、1.8米左右。咁啊呢個梯隊嘅話咧，都係朝東南位置，咁啊望正出去嘅話咧係我哋嘅別墅群體，所以如果大家選擇翻高層些少嘅話咧，呢個景觀係完全冇遮擋，好舒服㗎。
咁啊，你望到點樣嘅話咧，日後都唔會話再改變啦。咁啊，別墅嘅話咧係會喺會喺今年嘅5月份咧就會正式加推出嚟賣啦。咁啊，總價咧都係200萬就可以買到嚇。咁啊，如果話中間壞價嘅話咧，200萬都唔使，都係可以有交易嘅。咁啊，嚟到依邊嘅話咧，係另外一間房咧，相當於第三間房間咯。咁啊，依房場咧都係可以駁通嘅。大家如果房間唔需要追求到咁多咁極致嘅情況下咧，咁啊駁通完之後，形成咗大皇廳加埋南北對流，做成茶室，非常之 very good。所以星晨光如果俾到我嘅感受啦，就係點解我一直稱讚佢咧，就係佢嘅一個舉動空間咧，確實係講做得比較大嘅，同埋送嘅面積咧係非常之多啦。咁啊點解洗手間依然可以加下加風都係做到咁大啦？無非就係佢利用咗呢個位置，佢都係送咗俾我哋嘅。呢邊係唔計埋面積嚇，所以其實每一處空間、每一個房間都係會有佢自己嘅贈送面積嘅。咁啊嚟到依邊嘅話咧，就係屬於一個主人房啦。咁啊主人房嘅話咧，都係依然套間嘅設計。入門之前咧，呢個位置仲可以做衣櫃，咁啊你可以做一排過去都得。如果唔做一排過去咧，你就可以保留住翻南北對流嘅主人房。99平方米喺邊度可以睇得到南北對流嘅主人房咧？少，非常少。跟住洗手間啦，哇！細面積俾到你嘅空間咧，都係可以擺到浴缸嘅，完全係冇問題嚇，成個空間咁。跟住主人房啦、休息區啦、三邊落床，咁啊冇話衣櫃啦、化妝台都係可以擺得落嘅。所以你話100方都冇嘅積數，但係你做到效果咧，完全係超過100方呢個面積該有嘅樣子嘅。所以好誇張，我真係佩服咗佢呢個發展商。咁啊，以前嘅話咧，可能賣緊大家見到後邊嗰啲180平方米啦，已經係屬於話好誇張啦。但係細面積咧，依然都係做到咁合理，所以真係不得不佩服呢個發展商嘅。咁啊，講到咁好啦，價錢咧又係如何咧？咁啊，依隻嘅話咧係一個98平方米啦，賣緊一座，都係呢個面積，都係呢個朝向，同樣嘅價格，唔會再改變。跟住原價嘅話咧就係76,382蚊嘅，咁啊折後之後咧73萬就可以買到73萬嚇。跟住首期嘅話咧係11萬啦，貸款係貸62萬，月供咧就係2613蚊嘅，73萬你可以買到主城區，可以買到實用率超過100%嘅戶型，而且小區又係做到咁經典咁極致，真係非常之少㗎。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話想要一個環境咧，又寧靜啲、舒適啲，唔會話好似大城市好繁榮啦、好喧囂啦、好嘈啦。咁啊，呢啲嘅話又真係完全係可以做到入得寧靜、觸則繁華，而且大家所追求嘅空間感、性價比，全部都係俾到我哋嘅。所以其實富源呢一個樓盤嘅話咧，係大家喺終身置當中咧，係真係非常之值得考慮嘅一個屋苑嘅。咁啊，同時嘅話咧，大家可以見到佢真係收樓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話幾時收就幾時收，因為點解咧？富源同埋中山港口鎮政府佢兩個咧係共同去合資去起樓嘅，咁啊政府都要股份啦，冇理由話政府工程都係去臨尾吧，係咪？咁你有其他都係會試啦，但係你有樓盤嘅話咧係唔會嘅，有政府嘅介入白名單項目咧係完全唔需要擔心資金鏈嘅問題嘅，所以喺收樓上面嘅話咧，完全係可以有保障啦。咁啊，而且嘅話咧，佢舉個空間係特別之大嘅，所以大家如果話有好嘅 idea 嘅話咧，呢間房就係相當於係一個玩具俾到我哋咁樣嘅。你想去點樣踩，你就係可以點樣踩到出嚟嘅。所以其實呢個戶型嘅話咧，係亮點係非常之多啦。而且周邊配套嚟講，交通上啱先阿 Joy 所提及到嘅，咁啊無論去到揸車唔揸車翻香港嘅話咧，出邊另外話對面追落去嘅話咧，要係一個華僑城嘅直通巴士，所以交通上又係比較方便。周邊10分鐘之內咧，應有你想係幾繁華配套 ，Coco City 富逸城，咁啊華僑城、生武會員店，同埋一個萬文湖，呢啲全部都係喺15分鐘車程之內，所以購物上面嘅話咧，依然都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基本上接落嚟呢幾廿年、10幾年呢個時間住喺呢一度嘅話咧，絕對係可以滿足到我哋日常所需嘅。OK，咁啊，今日一集嘅話咧，同大家介紹到呢個星晨君逸灣咧，就到咗呢一度。一日又忘記咗啦，呢隻戶型咧，同時又可以做到係4萬蚊首期啦。真係唔好意思，因為亮點太多啦，所以將呢4萬蚊忘記咗。佢可以做到4萬蚊首期啦，咁而且咧月供都係2600蚊嘅。
所以大家感興趣嘅話咧，可以聯繫阿 Jo 上面嘅聯繫方式啦。因為一棟嘅話咧都係家居無幾耐啫，所以新鮮過嚟樓層都多選，但係就睇下大家揀咗邊個面積啦。最中意嘅話咧就係116，係啦，咁啊大家見仁見智。OK，咁啊我哋都係有中港兩地派嘅專車，去到你香港屋企樓下，或者咧係喺香港國際機場、深圳國際機場。都係可以免費接送你過嚟呢邊睇樓，全程係免費嘅嚇，包埋中午飯嘅。咁啊買唔買冇咩所謂，最主要咧睇下是否適唔適合翻我哋自己，呢個咧先係最主要嘅一個點嘅。OK，咁啊今日一陣咧同大家介紹到，未訂閱翻我哋 channel 嘅就記得撳翻下邊鐘仔。下一陣咧有精彩影片，有灣區嘅上門，大家唔好錯過。我係阿 Jo，我哋下期再見，拜拜。